这3年，我守着这间小店，替全小区免费收着快递，从没向谁要过1分钱。他转头就把我举报，害我被罚了3000块钱，勒令停业整顿。我没吵没闹，老老实实交了罚款。当晚我就连夜砸了店里所有的快递货架，结果从第2天开始，全小区快递都堵在保安厅门口，彻底瘫痪了。这就是你们家的诚意？这婚我不结了。而那个实名举报我的大妈，她引以为傲的准儿媳妇，更是看着满地发臭的聘礼，当场跟她儿子退了婚。林姨，对不起，这么晚还来打扰您。我今天加班到现在，就怕您关门了。没事儿，我知道你今天有个加急的同城见，特意给你留着门呢。林姨，太谢谢您了，这合同明天一早开会就要用，要是您关门了，我明天准得被老板开除。您收下吧，林姨大半夜的还给留门，整个小区除了您，谁还能对我这么好？拿走拿走，顺手的事。你一个小姑娘在大城市打拼不容易，留着自己喝。您一定要收下。林姨，再见。浩浩，早点睡，不要太晚了。妈，您腰又疼了吧？我给您揉揉。没事儿，老毛病了。你快写作业吧。3年了，虽然累点儿，但大家都挺客气的。等浩浩考上大学，日子就好过了。林姐，今天件多，双11预售第1波全到了，一共340个件，辛苦您了啊！放着吧，你去忙你的，我慢慢理。赵姐，你报个名字或者手机尾号，我帮你找。别把理好的件弄乱了，我自己长了眼睛，不会找你那大字写的歪歪扭扭的，谁看得清啊？老林，4个袋子给我装一下，这软趴趴的怎么拿？赵姐，袋子是2毛1个，成本价。哎呦喂，2毛钱你也好意思要？我拿你个袋子装快递怎么啦？你这代收点不就是服务我们的吗？别人家拿快递还送小礼品呢，你抠搜什么？姐，我这不是正规代烧点儿，我没拿快递公司1分钱，也没拿物业1分钱，我是开便利店的，袋子是卖东西用的。你要是不想买，就直接拿走。你个开破店的，真当自己是个大人物了，连个袋子都舍不得，活该你男人不在。呸！什么东西？狗咬你一口，你不能咬回去。我儿子还要在这小区里做人。老板娘，收件人赵翠花，电话打不通，单子上写着放您这儿，您给签个字吧。师傅，这是什么东西？这么大实木茶几，带大理石桌面的，连包装80多斤。这买家为了省50块上楼费，死活不让我们送上门。行了，老板娘，您赶紧签字，我们还得赶下一家。哎，妈，您歇会儿吧。我说句实话，您这纯粹是给自己找罪受，1分钱不挣，腰疼的晚上翻身都困难，图啥呀？街坊邻居的，能帮一把是一把。再说，要是没这些人流量，咱们这小店的生意哪能维持你上大学的学费？哎呦，我的茶几到了，强子，你看这包装多结实，我跟客服说过了，不给那50块钱上楼费，
直接放老林这儿多省事。妈，这大件放这儿，咱俩怎么弄上去啊？6楼呢，还没电梯。怕什么？老林这不是在吗？哎，老林啊，让你家那个大小伙子出来帮我家强子把这茶几抬到6楼去。赵奶奶，我妈腰有旧伤，抬不了重物，我也还要写作业。您这东西太大了，我们搬不动。你这孩子怎么说话呢？什么叫搬不动？你妈代收点的，收我的快递就得负责到底。我家强子今天穿了新西服，不能弄脏了。赵姐，第一，我这里是便利店，不是正规代收点，我免费帮大家存快递是出于情分。第二，就算我是正规代收点，也没有帮顾客扛80斤大件上6楼的义务。你的东西，请你自己想办法弄走，不要堵着我做生意。哎呀，林阿姨，您别生气，我妈这人直脾气。您看，大家都是邻居，低头不见抬头见的。我马上要订婚了，女方明天就来家里看房子，这茶几急着用，帮个忙怎么了？浩浩年轻力壮的，全当锻炼身体了呗。刘强，既然你马上要订婚了，连50块钱的上楼费都出不起吗？你要锻炼身体，你自己搬。浩浩，回屋写作业去，没我的话不许出来。哎呦喂，大家快来看啊，欺负老实人了！这开黑店的心肠歹毒啊，扣着我的货不给送，故意看我们孤儿寡母的笑话，有没有天理啦？你要干什么？杀人了！这东西堵了我家的门儿。既然你们不搬，东西在门外，离我的店半米远，现在它不归我管了。再敢在我店门口撒野，我马上报警，算你们寻衅滋事。姓林的，你绝！你给我等着！你不让我好过，我让你这破店也开不下去！你是这家便利店的老板林淑芬吗？我是，同志，请问有什么事吗？反映你的便利店违规占用公共区域，严重占用居民楼消防通道，都堆放易燃纸箱，存在重大安全隐患。我们要依法对你的店面进行突击检查。我们要依法对你的店面进行突击检查。哎呀呀，早就说他这样搞不行嘛，那些全都是纸箱子，万一哪天有个火星子溅上去，咱们这栋楼的人还要不要活命了？同志，林淑芬，你看看你干的好事儿，我平时是不是提醒过你东西不要乱放？现在好了，执法队查到我们小区头上了，这年底的文明小区评比要是黄了，你负得起这个责吗？周经理，我这3年是为了谁在忙活？全小区500户人家的快递，物业不管，连个代收点都不设。我不出收些件儿，全得扔在大马路上。我现在被举报了，你站出来落井下石。现在你违规占用消防车道，事实跟物业有什么关系？林淑芬违规事实清楚，
根据相关规定，现在对你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罚款人民币3000元。第二，勒令停业整顿3天，限期1天内拆除所有违规干道的货架，清理所有堆积的易燃物。这罚款我认，我现在就转账交罚款。是不是吃？只要我把货架拆了，把这些快递全扔出去，以后我的店门前干干净净，我就不违法了。只要你不违规占道、堆放易燃物，正常经营不受影响。妈，是谁干的？是不是昨天那个姓赵的？我去找他算账。浩浩，别冲动，去把那把大铁锤和活动扳手拿出来。妈，你要干嘛？既然别人嫌我们占了消防通道，我们就把地方全腾出来。赵翠花，你以为3000块钱能要了我的半条命？你根本不知道，自己亲手砸烂的是维持了小区3年运转的定海神针。明天天一亮，等待这个小区的将是一场无法想象的灾难。琳姐，您这是出什么事儿了？货架呢？昨天下午城管和消防来过了。有人实名举报我违规占用消防通道，罚了3000块钱，勒令停业整顿。小赵，对不住你，以后这块地我这是一件也不能收了。哪个孙子王八蛋举报的？免费给大家干活，他们还举报你？那是小区的公共露天广场，不属于消防通道，也不归我管，你只能卸那儿了。呢？我买的进口猫粮啊，快递怎么全堆在这儿？物业周仲国，大门外是怎么回事？你们物业死了吗？这么多快递扔在外面不管！各位业主冷静，这事儿不能怪物业。本来老林便利店一直在代收，今天林淑芬突然撂挑子不干了。哼，我们物业也没办法啊。大家要是怪，就去问问老林为什么要坑大家。周有国，你打错了算盘。不好意思，各位街坊，不是我林淑芬撂挑子，是被咱们小区里某位好心人实名举报了，罪名是违规占道，罚款3000。我免费给大家服务了3年，没落着一句好，还倒贴了3个月的生活费进去。从今天起，我洗心革面，做一个不违规占道的遵事法好公民。
物业周经理如果觉得简单，不如把你们物业办公室腾出来，给大家当快递库房。谁干的？到底是谁举报的？林姨每天晚上给我们留门到11点，你们有没有良心？缺了大德了，人家老林1分钱没收咱们的。谁这么眼红，见不得人好？浩浩，外面太吵了，戴上耳机做题。妈给你切盘水果去。喂，赵翠花是吧？你的冷链海鲜和贵重极品到了代收点黄了，你赶紧下来自己拿，我这车里还有一堆冻品赶着送呢。你怎么这样啊？你怎么这样啊？我的海鲜啊，我的燕窝啊！天杀的，哈哈哈哈！谁拿了我的燕窝？你不得好死啊！赵翠花，你觉得委屈吗？你觉得痛吗？这不过才是个开始。明天当你的准儿媳妇一家看到你用这堆发臭的烂泥海鲜去招待他们的时候，那才是这出大戏真正的高潮。叔叔阿姨，小雅，不好意思啊，这几天小区物业在搞卫生整顿，还没来得及清。咱们快上楼吧，我妈在家里准备了丰盛的海鲜大餐。刘强，我们家小雅是下嫁给你，我们不图你大富大贵，就图你这人老实。哎呀，可你们家这是什么家教，什么人品？那些海鲜本来真的是空运来的，存放的时候出了问题。别碰我，刘强！你真当我们一家是叫花子？一股子下水道的烂泥味儿。你家居然把这种垃圾煮了端上桌给我们吃！亲家母小雅，那海鲜真的是我花了1000块钱买的呀，就是昨天下了一场大雨。闭嘴吧你！你们家对门的邻居大姐全告诉我了。对门阿姨都说了。就是因为你为了省50块钱上楼费，害得全小区快递瘫痪，
你那嘎海鲜是你昨天大暴雨的时候自己从外面的泥坑里、垃圾堆里刨出来的。上山去的，原来是他举报的，就为了50块钱，害得我的快递全泡水了。真不要脸！哈哈哈，拿垃圾堆里的死螃蟹招待亲家，这老太婆抠门抠了吧？心肠怎么这么歹毒啊！自己作孽，还要拿这种垃圾追地里捡来的臭鱼烂虾招待我们，你这是在侮辱谁？还有那什么燕窝，丢了就丢了，拿100块钱的核桃粉来充面子，你们家这叫骗婚！刘强有这样的婆婆，加上你这个连是非都不分的懦夫，我跟你结婚以后还能有好日子过？这婚不结了，以后别再来找我。小雅，小雅！都怪你，都怪你！你要不贪那点小便宜，我的婚事能黄吗？我好不容易找个条件这么好的老婆，全被你搞砸了！你赔我老婆啊！周志国，你今天必须给个说法。我这套护肤品2800大洋，好不容易抢到的，现在全毁了。就是，我买的降压药泡水全烂了。要是这2天我高血压犯了，出了事，你们物业担得起责任吗？出了事，你们物业担得起责任吗？各位街坊，大家冷静一下，有话好好说，千万别冲动啊！大家听我说，这次快递瘫痪，根本原因不在我们物业啊，是6栋的赵翠花恶意举报老林便利店，还有老林也有责任啊！他一气之下，把所有快递直接扔在马路上不管了。以讹传讹，话可不能乱讲，我怎么就不负责任啊？老林，我说错了吗？你就算不干了，也不能把几千个件全扔大街上吧？你多放1天，让大家慢慢拿走，不行吗？各位街坊说，执法大队给强制拆并罚款处罚。作为一个遵纪守法的小商贩，我积极配合执法，坚决不占用一丝一毫的公共消防通道。我有错吗？没错，零拆那是被逼的，不扔出来，难道留着继续被罚款吗？周志国，你别想推卸责任。这3年我免费再收，没问物业要过1分钱补贴。现在我被赵翠花实名举告，关停整顿。请问周经理，锦绣家园是不是没有快递柜儿？物业是不是在合同里写负责小区的公共秩序与基本服务？既然我这个免费劳动没了，那么安置业主快递的责任，难道不该由收取了物业外业公司来承担吗？就是这么个理儿，老林说的对，就是物业的责任。周志国，你少他妈在这里推脱！大家听我一句劝，在这儿吵没用。我的建议是，大家推选几个代表出来，把所有人丢件损毁情况做个详细表格登记，有购买凭证的发票和付款截图都保存好。统计好总金额后，兵分2路，一路拿着账单去找物业公司总部索赔，另一路拿着单子去医院，找那个造成这一切后果的罪魁祸首赵翠花，要附带民事赔偿。毕竟，这都是他那一个举报电话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走，去找老太婆！
小雅呢？小雅，你还有脸提小雅？人家昨天下午就把我全网拉黑了，连媒人都把我骂了一顿，说咱们家是一窝子骗子、变态。妈都是为了给你省钱啊！那几千块的海鲜我怎么舍得扔？省钱？你省了50块钱搬运费，省得我刷爆了信用卡给你交医药费。昨天晚上小区的群里都在说，他们所有的快递全毁了，所有损失让你来赔。我赔什么赔？是你个嘎姓林的把快递扔大街上的，关我什么事儿？没钱。你就在这儿躺着吧，反正我没钱了。过几天他们要是找上门来要债，你自己去应付吧，我没空天天陪你耗。赵翠花，我们不是来看你的，这是全小区业主因为你的恶意举报导致快递损毁的索赔清单，总金额8万5千，物业认了30%，剩下的5万9920块抹个零，就算你6万，给你3天时间，把钱打到业主委员会的公账上。你们抢钱啊！6万块把我卖了也不值6万块。谁的快递坏了谁倒霉，凭什么让我赔？我就是打了举报电话，那个姓林的自己把快递扔大街上的，你们去找他呀！哈哈，装。接着装，我这药刚买的，要不要我给你塞嘴里？赵翠花，你少在这儿跟我们耍无赖。我们今天来只是走个通知的过场。赵翠花，赵可，你可能还不知道现在的法律，我们手里恶意举报录音，有物业的责任说明，还有所有人的购物发票。3天后收不到钱，我们将代表全小区500户业主正式向法院提起联合民事诉讼，法院会立刻冻结银行账户，限你还款。你要是还不还钱，就会成为老赖。你在锦绣家园的那套房子就会被法院强制拍卖，用来抵债啊！别动我的房子，我没钱，我真的拿不出这么多钱啊！去找刘强，去找我儿子，房子以后是他的，让他来赔啊！你以为刘强现在比你好过吗？他已经自身难保了。工作没了，老婆跑了，亲妈躺在医院里，欠着几万块钱的巨款，我该怎么办？妈，你造的什么孽啊！你把我们全家都毁了！老林啊，林大姐，以前都是我有眼不识泰山，说话冲撞了您。您大人不计小人过，您看现在小区的快递乱成这样，物业昨天刚赔了2万多块钱，连保洁阿姨都因为清理外面的垃圾累得要辞职了。林姨啊，这果篮你拿回去，不是我不想代收快递，是我心里害怕。你也看见了，
我就算重新添置一批货架，万一之后赵翠花再举报我一次，我上哪儿凑3000块钱交罚款？借他10个胆子，他也不敢再举报了。老林，只要你愿意重新代收快递，物业这边绝对全力配合你。周经理，要我重新代收快递可以，但我林淑芬从今往后再也不做免费干活的冤大头，以后代收快递的规矩全都由我来定。第一小区南门旁边那个空置了2年、属于物产权的双开间门面，我要了。作为你们物业监管不力，导致我被罚款停业的，补偿前3年免收一切租金和物业费。老林，你这有点狮子大开口了吧？那2间商铺1年少说也要5、6万啊，免3年，我怎么跟总公司交差？好啊，那就算了，你拿着这果篮回去吧。听说昨天几栋楼的业主已经联合起来，等法院判下来，总公司是开除你还是夸你保住了商铺？林大姐，我亲自去总公司批这个条子，出了事儿我拦着，只要你能把这快递烂摊子接过去，稳住那帮活祖宗就行。必须和我签订正式的独家合作协议，承认我的驿站是锦绣驿站唯一指定代收点。以后再有恶意举报，物业必须出面打回去。第3，外面那堆烂摊子我不管，你们物业自己找保洁去清运消毒。我的新驿站必须干净净的开张。行，行，我今晚就算雇铲车，也连夜把它铲平。善良必须要带点锋芒。免费的东西永远不会被人珍惜。这是赵翠花用3000块钱罚单给我上的一堂极其昂贵的课。林姨，哦不，林老板，您这也太专业了吧！报手机尾号或者自己扫码出库。林姐，您早该这样了。以前您免费给我们干，大家反而觉得您好欺负。现在多好，正规做生意，赚干干净净的钱，我们拿的也踏实。群里大家都说，以后哪怕是寄件，也全都在您这儿走。妈，您看，光今天一上午入库量就达到了820件。按照1家6毛钱算，光今天的代收利润就有快500块，这还不算寄件的差价，真好。拿个快递，尾号7821。赵翠花把头抬起来，看看这上面写的是什么。林淑芬，你凭什么？你开门做生意，凭什么不让我拿快递？消费者，我要去工商局告你，我要去消协投诉你。赵翠花，还要不要你那张老脸？人家林老板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这是个人独立经营场所，人家有权选择不做你的生意，你告去天上也没用。就是赵翠花，你是不是记性不好？
你还欠着我们全小区59920块钱的赔偿款没给呢。你还有脸来这儿拿快递？你的房子过几天就要被法院查封拍卖了，你还是赶紧回去收拾收拾铺盖卷儿，准备睡大街去吧。真是不要脸！害了大家，现在还敢来闹事，把他赶出去！赶出去！别让他脏了人家林老板的新店，老赖还钱！没天理了！我一个刚出院的老太婆，你们这黑店心脏还有病，我买的可是救命的降压药啊！你们不让我拿，这是要逼嘎我呀！林叔，你心肠好歹毒啊，你就不怕遭报应？遭报应？赵华，你好好看看你自己现在的下场，到底是谁遭了报应？你的好儿子刘强工作丢了，老婆跑了，现在为了躲债，连家都不敢回。你引为傲的房子，马上就要被强制拍卖抵债。因为涉嫌恶意举报和破坏公共秩序，你这辈子的名声已经彻底透了。逼嘎你的不是我，是你自己那永远填不满的贪婪和恶毒。我的驿站不欢迎你，现在滚出去！林姐，刚到了一批件，哎，我看看，这有个件写的是6栋3单元4015，赵翠花的，是个小药盒。林姐，您看这件怎么处理？那是我的药，我的降压药，快给我按规矩办。本驿站拒收黑名单人员的一切快件。小赵，麻烦你这个件做异常处理，要么原路退回发件，要么就按你们公司的规定转放到你们镇区3公里外的总站去，让他自己走去拿。赵翠花，你自己去总站取。给您带的奶茶，谢谢你啊，张萌。林老板，吃过了没？妈，我考上了985大学的计算机专业。好，你真棒，妈太为你骄傲了。没有了憋屈，没有了道德绑架，我用绝对的实力和手腕，给自己和儿子挣来了一个体面、尊严且富足的全新生活。这日子真好。